嗰道傳統術語如係師傅教師嘅傳承下來嘅，台中醫的廚師葉振成頭擺咪係學師嘅，以這個感謝嘅當時督導嘅師傅，學出師嘅也親心虔誠學生嘅。羅通鋪有一隻名師高徒計劃，葉振成也去參加，希望同韓國多人聽書比學校一項術語。其實伊嘅人生也經過高高低低，後生時節伊開個太傳統哦。舊年嘅大體同家下傳統轉下的，而且家係蘇在乎韓系在起搞職工用嚟做事，而家可以18間連鎖拉麵店，唔係親戚都係學生嘅睇經驗，係都係以出錢開業喲。以上嘅傳下去嘅其實都係先傳統嘅同人聽書虔誠人嘅價值。莫互體仔軟只酥，較冰的時候就要燒開啊！我咧講的，你個麵，唔好，即個冰的時陣，莫放啊受會底。當初時節麵店生意當好，葉振成行業做設計，提醒家師誒要注意安度物解。因為咱有摻，我們有加米的話，它就會比較黑嘛，會影響那個麵的那個色澤。一來麵同麵粉底度加嘅米，古數做唔得變太久。阿家味同阿家粉兩兄弟參加羅通鋪嘅面試高徒嘅計劃，用傳統拜師學藝方式，聽等葉振成學做面食8年咧。張出時，葉振成做帶等兩個師誒，同青年大學附近咧開業一間新店。當初就是我退伍嘅時候，不知道做什麼，然後就因為我媽媽認識小葉師傅這樣子，然後就去跟他學這個拉麵。知道自己要做麵的時候是很高興，因為以前我也有讀過餐飲科，可是沒有畢業。對，我對做菜也很有興趣。師傅教我們做拉麵，讓我們開了這個店，我們真的有把它當成是我們的事業。然後我們也很認真的學習，認真的做。我從這家一間店的吼，當初。也兩個生意，我喺劇中都看到睇，因為爺媽媽係我嘅人客，啊本身有單親家庭啊，帶頓也兩兄弟哦，尤其也個家風哦，萬事哦個調皮，唔談話唔讀書，哦專門混幫派，哦咩樣嘅正頭，但是一表人才啊。羅通鋪都好有一項面試高徒嘅葡萄計劃，後本兩兄弟做得安全來學。葉振成肯定記得到，以前就看到自家長出來做學士嘅家下用嘅。像我以前我師傅同我見出來嗰種嘅巧合模式啊，我萬事我會哋開玩笑啊，冇唔讀書冇嚟聽我做，高中畢業咪嚟聽我做，安尼，都當然係嚟講嘅，我唔係講因有記在心裡啊。葉振成嘅老屋同屏東從此做學生嘅家下當個大名球，本但有機會一步一步嘅培訓做國術，沒留到自家人敗同體育界會有當好發展。冇想到托國中家下，幾場創業比賽，經常都打唔出好成績，但人生沒有冇強樣嘅規劃。以前那個球拍啊，要重啊，像我哋學嘅強力網球，後擺一見狀啊，球會打要嘛，啲球拍嘅吼。你會壞hết啦，壞hết，那咩高射炮，你會入網、插網，所以到最尾，你保送唔免個理想嘅體育學校啊。佢爸爸係退休軍人，上到台灣打網球，強派一難出頭天。葉振成嘅阿球，幾樣時到台北開餐廳，故所對托過意意思。佢爸爸做佢表現出家，上去台北打工學到數年，睇下讀到佢人生地度，體會咧虔誠嘅人。佢下圓山飯店嘅總主廚啊，有到我嚟點嘅，同伊要有客家人，你看到啊，有客家人同埋寒暄啊，佢下有也半開玩笑你講冇畢業嘅上來聽頓來你想講好啦，你凊彩答應伊好嘅，結果真是我一畢業到天花路來。80年代喺台灣講緊清好嘅時節，嗰陣時講喺台灣前沿項目，
叶正成是去过台中几只5星级饭店做，因为所限做唔惊无钱好穿，故所决定去到沙鹿七家开店。这样是适合台中海鲜体育的业绩厨师，佢老高级饭店抢年下方式拿到田中下做，体育2年当成功，没想到9年来饭店本太体同转退嘞。结果这样，这是人算不如天算哦，要赌到921。啊，同埋原本的计划你无中央的啊，啊，这样嘛，你输迄个以后，嘛个你无的啊，两公婆，都，爱时常咧讲吼，这皇天不负苦心人啦，哎，天不灭我，啊，结果你寻到一间店的，爱了迄也600万吼，爱用7年的时间嚟完成。一刻見到台北、台中一個所在，總共開嘅18間拉麵連鎖店，一搭喺東海大學上見，每一真神同9年過後，再高發展起來所在。一迎合各國都有，為咗表示禮貌，佢還將各國嘅安置社寫到一隻太太看板地度，最面一行係用客話來寫。因為也算國際街，以前台中也偏算體咧有國際人士來嘅地方。一般來講，無限啊，你認識啊，可能買單的時陣吼，我哋當然吼，像我哋客家人，我個有禮貌啊，哦，啊，今日當初一開始寫啊，我哋用寫安置社啦。頭擺做事嘅有年虔誠，佢出事嘅咩當限同年天數，9年開嘅模特飯店，佢揾一隻想法，想到人生千慘咩做安樣嘅嘢，就開始去在佢做俾人識，同教人做處，最尾變做係大家相互鼓勵。伊通愛佇鼓勵吼，到最尾伊用突破嘅去做方來時陣，我感覺有對我嘅反響吼，有來鼓勵我，有來鼓勵我，所以我慢慢地感覺講，人吼，較擺要互相幫忙。佇天數有一日吼，我哋有心靈嘅缺陷嘅時陣吼，可能第一天數嘅地度嘅吼，得到一種反響，來過來幫助我哋去成長。除了教師嘅，葉正成也咪檢定到分工科技大學全年嘅教書，加18間連鎖店，唔係親戚朋友做學生一套經營，行過對佢出錢開店。葉正成虔誠聘義，其實係老7家事業做到客家擴張，未成就嘅7家。